今年的节目是咱记到播歌声，节目开始带来一首小歌吟的声，来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。头顶着一顶草笠起起，伊咧敢是故种的姑娘。看起来青春的年纪啊，爱叫有古嘴，搁伫人听。一对乌目睭我冷冷啊，对我屎目睭，伊予阮心绵绵。想要来问伊倒位去啊？为着啥代志，伊啥代志？行出了家门，离开田庄，想要来去还我的城市。要找着阮的好情人啊，怎样这久拢无回响你？着伊到底为怎样啊？一去2、3年也无想回响你，敢是来变心爱别人啊？将阮放袂记，也放袂记。小姑娘，你到城里来干什么？我到城里找情郎啊！找情郎何必到城里找？不到城里找，那要去哪里找？哎呀，我的大姑娘啊，那就让我做你的情郎好了。哼，较早困的靠面啊！何必去城市做你的情郎？无去城市叫阮要怎样？你的情郎在你身边啊，哪有情郎在阮的身边？我是会真心对待你呀。原来你是想要做阮的情郎，咱两人加做好伴侣啊，赶紧回响你，也回响你。小姑娘入城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哇，讲啊出外去行行吼，结果这是要安怎出去找男朋友啦？不要多巧遇了，巧遇啊，也多转角遇到爱。基本上安尼。哎呦，你知影这句无简单哦，我你有咧进步吼。有当时我会追剧的，才知讲这摆主是少年人。嘿哦，到底伊是咧想安怎？对啊。啊，咱现代人吼，超过像这个长辈啦吼，啊，都拢娶新妇啊吼。是啊。安尼，你嘛爱知影讲，这个少年人伫咧想啥？好。哦，啊，当然，咱来过咱诶这个生活，家己的生活，照顾家己好这个身体，唔好变成少年的负担。是啊，啊，少年有少年
伊即个条件啦，对啦生活方式较无共，大家互相关心对就好安尼。好咱来关心伊，伊来关心咱，安尼就可以。欢迎收看《大破歌声》。来，我先来哇，看咱即马招呼一下招呼一个，招呼一个，一定爱啦。感恩一下来，感谢幕后大哥徐妈妈，谢谢我们的钟大哥、焕钟大哥、芙蓉姐，芙蓉姐掌我加油吼，谢谢谢谢哈。来，尤大哥、尤大嫂，咱坤星哥哥、党的你好，文东哥哥吼，还有邱金寿啊哈，谢谢我们的春雄哥哥。啊，春雄哥哥咧6回啊，哈，那卡6，我说怎么还没有到哈？好来，谢谢我们的招龙大哥，感谢金华姐啊，来玉恒姐哈，玉轩大姐啦哈，啊，仙树哥哥、淑金姐啊，金贵大姐，谢谢剑双大哥，感谢尤大哥、尤大嫂哈，邱金寿啊哈，顺天哥哥，感谢林嬷嬷的婆声。哦，搁有哦，搁有咱一个6925的欢迎7652的，谢谢明豪哥大家平哥安，感谢啦。拄则讲到这吼，健康甲快乐。这若年纪一个到的时阵吼，一定安怎安尼吼，拜6礼拜4啊，爱咱出去行行，像即马当个开花对是无？春天，爱行啦。到处都呢一片的好光景。但是吼，你有感觉讲，我时间伫咧过足紧的，咻者尔，哎呦，一年不如一所以年呢。讲时间不饶人啦。对呀，岁月如是如水安尼。是啊。啊，嘛有人伫咧讲呢，讲像即个岁月，敢若亲像一首歌共款。这首歌喊呢，哎呦，这是30年前的歌。伊这每一部的时阵呢嘿，拢总是即个旋律的即个延续啦。对啦，然而随着咱的即个年龄的即个增加，还是讲像即个成长，从事着即个特定像即个工作啦。系啊，咱像即个来观察，也有可能出现着一寡像即退化，还是讲无适应。有影咧，老师啊，你咧讲到这若讲进前咱在时代安尼做土水工的啦，还是讲咧种造的啦，这拢总是真安怎，真出力啊，真大路加字客，有着生活，影响着讲咱做工课，也是讲咱春天要出外，去运动啦，去行行的即个意愿啦。对啦，所以讲这吼观察着讲咱这目目杂杂啦吼，对着讲咱这个中老班跩朋友啊吼，包括老师拄则咧讲的特定的一寡职业人士，拢总是足重要的，啊顾好哦。伫日常生活当中，如果你咧目目杂杂若顾了无好，伊的灵活性甲伊安怎，你都要起落时阵，这边嘛卡卡，这边嘛会痛，甚至伫咧落楼梯的时阵，佫会啵啵啵者安尼吼。怪声音造我讲，这拢总会安怎大影响着咱的生活品质啦嘛，对无？是，所以讲像即个近期呢，有即个研究伫咧指出啦，安怎讲？指出讲像即个适当即个运动，也甲即个正确的即个姿势，会当助咱的即个减轻着咱的即个关节的即个痛痛，咱骹头腕、关目目杂杂啦，改善着做即个关节的即个功能。要安怎运动？如果来讲起来，就亲像讲咱去游泳啦，伫即个水中伫咧行路的时阵呢，系啊，伊像即个咧，就算讲毋免用骹头舞，甲关节身体的即个重量，会做即个运动的时阵，游泳袂歹啦。对，就减少就即个负荷，而且佫会当适当的时阵呢，来保养着即个骹头舞关节啦，这是真好。咱做观众朋友，咱也明知讲，咱年纪较济的时阵，都尽量毋好啦去爬山啦，咱尽量若要行会使，都要行平路，安尼对咱来讲会佫较好。真悬啦，袂使惊哦。咱爱知影讲食老爱认老，对无？嘿，过去40年前，生我才30岁尔，但是即摆无共，即摆70、80岁啊。是啦。除了这以外的时阵呢，我咧讲还有一项，控制体重，足重要。咱较早少年的时阵对无？这个体重身悬，嘛才差不多伫咧50-60公斤咧。系哦。即摆经过30年了后的时阵，70外公斤，中年花，60外公斤，共款嘛是依赖这两支骹。对啦。这两支骹伊这个负荷的时阵，要着加20几公斤啊，长期下来对做这个关节，拢绝对无好。是啦。所以讲像这减轻体重，也减少了这个关节的负担。减去着像这过度的体重的时阵呢，不但会当避免着像这关节
吼，而且个过度磨损，佮而且会当帮忙，这个身体先远离一寡肥胖的疾病，像三高啦，吼，走路都喘啦，血油重啦，血带吼，血扣血落啦，哦，即款的这种因为像这个吼，食伤过大块的这原因，哦，大块先呢，啊，大块人先行运动，啊，运动的时阵呢，较未大块。嘿，啊，伫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，保持着像这个适度的，看你的年纪，吼啊，本身的先做咱的像这个运动，均匀的这个饮食，才会变紧去。对这个关节健康的时阵呢，是非常重要的代志。是啦，所以讲吼，也阁有一点嘛，足重要的吼。哪一点？选择一寡保健食品呐，适合的，来辅助吼，维持咱这个关节的功能。对啦，因为即摆老大人吼，算讲食较未遐济，食若济嘛脱掉哩啊。所以这个营养对无边境啦。是啊。啊，你若适当的时来，吼来选择一寡像这保养品的时阵，对啦，这呢是足重要的。是啊，尤其是对着讲咱60岁以上吼，这对着你的生活品质会当提升啦吼。好，今仔讲的就是讲爱惜家己的目目扎扎。提升着家己的生活品质，希望咱电视机侪观众朋友拢会当保持健康。来，今晚要来进行着咱头一阶段，点歌的时间咯。头一首歌曲，行3摆啊！来哦，在中山北路行7摆。阮一日期待过一日，期待你早日来送订。保期。你有讲无行，态度亲像无影无迹。哦，这内底有口牌哦。初恋见面，双人相依爱。来，第二首歌曲《南国的玫瑰姑娘》。春天的早起。我来锁定。第三首《风中的玫瑰》。无情的风，雄雄来吹起，多情的雨可比目屎滴。第四首《夜间飞行》。坐着飞机伴阮前后，江航空店。夜间的飞行，我这块歌是若做的时阵呢，我要用这个语达来甲做出着做这个飞灵机的声音。飞灵机。飞灵机的声音。飞灵机哦，来，等下再听看卖。来，第五首歌曲哦，真好听，《家后》。有一日咱若老，找无人甲咱友好，我会陪你坐点医疗。听你讲少年的时阵，你有外敖。第六首上尾的这首哈，小雨。今夜风雨飘飘落袂离，阵阵雨声滴滴带情意，热恋时的天气，亲像今夜的暗暝。小雨啊，你敢过会记？好，来准备卡电话哦吼，头一阶段一点歌时间83263178326317。来，中华关区直播，外关区加一来控诉我。今日头一首歌曲是来中山北路行7街，第二首南国玫瑰姑娘，第三首风中的玫瑰，第四首夜间飞行，第五首家后，上尾一首小雨。来。
接电话咯。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。喂，哎呦，徐妈妈，你最近较高走呢？头一条哦，第六条。哦，好。北路。哇，谢谢我们的徐妈妈哈，感谢哈。喂，你好。喂，阿嫂。最近拢较高走。现场的啊。当然咯吼。我就讲你。有啊，来。无啦，现场的哦，来你讲嘿。加油，较少哦。安尼，好，我写开哈。好，感谢尤大嫂哦，嘿。好，平安，谢谢。喂，你好，坤星哥哥。坤星哥哥，你今仔要听倒一首歌？第四条。第六啊。第一。哦，好，我写开哈。好，谢谢你哈，平安。来，张小姐。我要姐3号跟5号。3号跟5号。OK， 好，没问题哦哈，谢谢哦，平安。哎，你好，金花姐啊。你好。哦，你好啊。我咧选第1条甲第5条。第1条甲第5条。哦，金花姐啊，哈，好，谢谢。我也要该选的呢。我知哦，好，来感谢你金花姐啊，哈，加油嘿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文东哥哥。喂，王林哦。嗨。你好。好。张林老师你好。好。我点第一跟第3，1跟3啊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感谢文东哥哥平安哦，嘿，谢谢。来哦，郑娇姐姐。我把第3条甲第6条。安尼哦，好，我写开第3甲第6哈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这叫我这今日头一摆进线呢哈。喂，你好，梅香姐姐。江林你好，我要选第1甲第5。谢谢。好，没问题哦哈。好，谢谢我们的梅香姐姐。哎，你好。我姐3号跟5号。3号跟5号哦。你是侯小姐啦哈。好的，谢谢侯小姐啊哈。哎，你好，顺天哥哥。邦林、江林2位午安，我要听第1首甲第6首，谢谢。好的，没问题，谢谢，感谢。哎，你好，义明哥哥。哎，恁2个好。哦，你嘛好。我你讲那点第3首风中的玫瑰，甲第6首的小鱼。哦好。谢谢。好，谢谢，小好。来，这是咱观众朋友吼，这段时间其实每一首拢总真好听，像阮拄则义明哥哥点点嘛上线说，哇，逐首拢总足好听，是要安怎点？但是最主要是要跟咱观众朋友来互动一下，谢谢你们啦哈！来，今日先来安排一首合作，哇，来一首。中山北路行7来，这首歌好，足有感情的。足有感情的哈，好来，今天6个人点啦哈，先来安排这首歌给我。心肝内若有委屈吼。甲唱出来，安尼，才袂折掉咧。我这个唔知要互我行7摆，行8摆。喂，剑山哥哥。听完了会有无？会啊。你要倒一首？要来甲选迄个鸡仔前甲鸡仔后啦。鸡后好啦。鸡后。剑山哥哥啦。鸡前鸡后啦。好，无问题。你甲夹出来，我今日夹。好啦，感谢你聊聊啊啦哈。好。谢谢啊。好，感谢，谢。对哈。谢谢我们的剑山哥哥啦哈，来哟，安排一首合作，中山北路行7街。来，邀请谢芳莲。
意爱，暗中有锁，三步行人知。中山八路行七摆。你是聪明的中户人，为做做事从无决心，自将阮的青春献予你了后，你就一直来闪遐我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期待你早日来送订，无见你有讲无行，态度亲像无要无紧。阮受着爸母的责备，将阮嫁予别人。郭先生，你这款敢是聪明的斯文人是无？婚姻绝情，遥向将。害阮将心正着给别人，误了错乱的希望，愿他看见把苦熬。谢谢。中山北路行七摆啊，头拄我走对着这个查甫调去。我知影。真歹势。我感觉是因为我拄则无泡咖啡，互你啉的关系。安尼吼。嘿啊，啊你就安尼甲我创治者。袂啦，我敢会。哎哟，我想讲，其实我都足认真唱，哪会敢若爱袂啥会去哩安尼？假紧也没有用吼。好来，谢谢，感谢山顶，感谢阮的调音哥哥玉轩哈。还有我们的佳佳小姐哈，来尤大哥尤大嫂，感谢新北市的陈先生，谢谢我们的招荣大哥，还有我们的招荣大哥，好，连贵哥哥，谢谢，感谢哈，秀峰、顺天哥哥、剑山大哥，来你默默的捧下声哈，感谢您哈，来，即马呢要来进行着咱这个第二阶段，先来安排着咱这个听歌。叫歌名，听副歌，是啊，啊来要歌名，好礼送互咱，啊来咧送一个福利。来，今仔要送啥？我咧讲吼，顶礼拜吼去哦，阮的小老板小可甲我念一个，讲芳玲啊，咱咧石墨烯的远红外线的循环袜，伊讲伊有当时拢讲说啊，我爱除臭袜啦，还佫有一项你讲无对呢，我今仔要送恁袜子吼，一概送2箱，啊，我先讲者。你敢知影阮的袜子吼？我拄则讲，我所有讲过吼，宽口设计袂加卡，前后加压，就是讲吼加高，所以讲你打落的时阵，敢若打伫个遐地毯顶头，无打紧哦。伊这个有300粒的止滑3D 止滑垫哦，吼，会当甲你挂档啊，佮迅速甲你做按摩哈。佮刷落吼，伊这90度的 Y 型编织法，这大动作袂滑落，袂扭骹下。搁刷落，搁即个所在，来，即个所在就是讲咱骹盘的所在，伊做加压，
食也就是讲吼，咱有当时行路也好，还是讲时大，你著吼较无咧运动，会落水去对无？这双尾啊，甲你穿的时阵，伊这环状设计的时阵，会当甲你吼抗水肿。较有力。对，啊，你敢知影？佫上厉害就是一项，人讲吼，我咧肖老板呐，芳玲姐也比我较招回第3代啊。讲啊，我这是自动对目的啦，讲吼，咱这叫啥物叫做自动对目吼？爱甲咱观众朋友报告一下，这内底无考克线，咱的尾啊吼，你无较早的车线。考克就讲吼，咱咧安尼地抓的线，以早吼，咱若尾啊，你即马包括讲你即马恁兜所有尾啊摕出来的时阵，一定有一条这吼，那地抓的线，啊，迄地抓线一定是泡泡。有的人是做较薄一点，但是嘛是有一条。啊，你若咧穿尾的时阵，你我卡针头啊，这我咧讲，咱这整甲芳的时阵，你就感觉怪怪嘅对无？来。阮即双伊叫做自动对目，啊，即种的吼自动对目已经吼乌目送吼，足少人会晓做啊啦。迄足伤眼力的少年啊，毋嘛，伊拢总是爱请一寡吼，咱这中老班的以上，伊才要甲因做即种叫做吼，怎样对目，吼对目的哈，手工对目的哈。所以讲吼，阮即双实在有够赞，一届送2双，准备吼，免甲我买，无咧卖。今仔无咧卖，干那要送你尔，吼！来准备。我来甲开始来甲诱歌。好来。听好歌诱歌尔。我今仔2首拢总2字尔。2个字哦。2个字哦，吼。感情的歌曲，龙千玉小姐。啊，注意听，注意听就有啊。心头悠悠，前途茫茫，往事不堪回首，不知何时才有成就。随风漂流，转人有风秋，不知故乡如今变怎样？叹我的月娘，因我寸寸的乡愁。Thank you。想在阮满北乡愁，依恋不舍，心头悠悠。前途茫茫，往事不堪回首，不知何时才有成就。随风漂流，转眼有风秋。不知故乡如今变怎样？叹我的月娘，因我寸寸的乡愁。
首歌曲久久啊吼，来甲唱一遍啊，嘛感觉气味真好，吼啊，像这个故乡有啥物人？除了故乡的月上圆，故乡的像这个月上水、水上甜以外，故乡才亲人，老用的时阵电话拿起来敲一个，嘿，敲一个问候一下。我相信爸爸妈妈这亲戚朋友，拢总会真欢喜安尼啦嘿。好来，继续要来邀请到这个叫做丹雷，一个轻松的这个歌曲。同款依然同款是两字，听好歌又歌名。有缘无缘，这一切随缘，凡事拢放乎自然。无情无实的爱情经变，若望只着随时再见。有缘无缘，这一切随缘，凡事拢放乎自然。人生路上有足多发展，又何必在前路流连？命中若注定是咱的，爱报偿无一段良缘。反倒转，若不是咱的，莫白目来这心缘。有缘无缘，这一切随缘，凡事拢放乎自然。无情无实的爱情经变，若望只着随时再见。凡事拢放乎自然，无情无实的爱情经变，若望只着随时再见。有缘无缘，这一切随缘，凡事拢放乎自然。人生路上有足多发展，又何必在前路流连？命中若注定是咱的，爱报偿有一段良缘。反倒转，若不是咱的，莫白目来这做孽。一切随缘，凡事拢放乎自然。无情无实的爱情经变，若望只着随时再见。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？
我来甲演奏一段像这个热门的音乐了后，要来甲公布像这个答案。谢谢，感谢大家。我咧讲吼，已经真认真接啊。来，讲阮小姐斗接的哈。窗外的月亮，引我阵阵的乡愁。这首就是歌词内面的两字“乡愁”。啊，第二首。第二首的时阵，有缘无缘，这一切随缘，凡事拢放乎自然，随缘。好，来。今仔要送石墨烯的咱的除臭袜吼，即摆送2箱哈。哦，今仔佫特别甲恁讲啊，阮这叫做手工对目的哈，手工的哈。手工对目。白拢总无迄个烤克线。没有烤克线。没有。袂K，互你穿入去的时阵吼，骹松手冷。这都是吼中华县的主题吼，啊，咱的隔壁社头乡，啊，才有法度摕到吼。这尔啊悬的品质来送互咱观众朋友啦吼，好来，即马咧要来进行着老师安排你的下一首歌曲，啊，我互你提起哈。我来，我看卖来。好来，阿芳玲呢爱来进一段广告，吼，今仔讲着游山玩水，啊，你看嘛花遮水着，你有法度出门无？若无法度出门吼，还来得及哈。来，准备咱来进一段广告时间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咱今仔再次邀请咱的健康达人佩提到现场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佩提。佩提，自从你顶座甲咱介绍咱这个脚有力了后，哇，你敢知啊？咱电视机前的足侪爸爸妈妈讲，芳玲啊，真正吼，原底是半年4个月就爱去注射注一届啊，吼，去注迄玻尿酸啦。哦，但是即马唔免安尼，你像讲或者吼，我印象上深的，住伫咱高雄迄啊，迄。三民区的咱陈爸爸，陈爸爸讲号做吼，伊原底因某哦，安尼咧行路啊了了行，啊若讲安尼无去注射转来了后，伊讲哦有啦，转来了后差真个月啊吼，安尼骹手就加足力量。对。但是吼啊，做2个月尔，就佫开始佫慢啊，缓慢，艰苦啊，就要佫去做。我来讲，做这时大人拢安尼吼，因为没有办法啦，咱软骨来流失，你来做注一寡玻尿酸，啊，佮你爱知影注一支6000起跳，6000的，啊两支卡12000，12000，吼，然后3个月半年爱佮注一届，对，所以一注落吼，你也无注就开始疼，对，啊个呢，
你有感觉到讲吼，其实你煮了，你即使有去打玻尿酸，按跟小暖嘛流挂苦袂落，为什么哈？手压袂起来。对，因为你要知影哦，其实我们的骨头不是讲干那补钙质尔，不是干那补这尔，啊，你个补你的软硬骨嘛，对不吼？对。过来咧，你上重啊爱补你的韧带，相当你手会弯，脚会曲。腰会弯，其实拢跟咱的韧带有关系。你食迄鸡翅时阵，内底是毋是一个白白迄？对，迄啥？迄个是韧带。哦，所以这拢是息息相关的啦。咱的韧带跟咱手恁共款，你扭出来时阵吼，哦，伊本来拢有弹性的，对，扭久了伊安那弹性疲乏，弹性疲乏。啊，你若搁直直甲扭，直直甲扭，无互伊修复，啪，怎转去？所以你看，做成运动员哦，所以伊的韧带受伤、韧带断裂，可是因为过度使用直直扭啊，长期的意思。过度使用。所以呢，咱不是干那讲补硬骨、补软骨上重要，咱的韧带嘛爱去顾着。是啦，所以讲韧带若顾着的时阵，就是像你讲安尼哦，观众朋友啊，你会感觉讲啊，你咧扶、咧开的时阵，加足骨溜的，对，活动较会当自如啦。是，啊，这毋是我咧讲，有的人咧扶要爬开的时阵，毋是因为你骨质受伤啦，不是，嘿，是因为你的韧带吼，因为脆化掉了，所以阮内底咧有加一个叫做来自西班牙的蛋壳膜。蛋壳膜。对，来，想要用西班牙，你讲全世界拢有加嘛？对。想要用西班牙来。为什么？来，因为因遐水质嘛，空气嘛，生活比较没有压力嘛，食物比较新鲜，比较无污染。对，包括因的鸡卵嘛是较无污染的，所以阮专工就是要用因的蛋壳膜。啊，你知影蛋壳膜是为倒无？蛋壳膜就是咱食卵的时阵，卡掰掉，迄个膜啊，大家拢唔知，拢甲蛋雕。其实呢，生物科技发现讲吼，其实迄个膜内底有第一型、第五型、第10型的胶原蛋白，对于咱的韧带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修补作用。安尼配体，咱这爸爸妈妈讲后摆来咧食卵的时阵，甲迄蛋壳膜无共款，来无共款哦。这是爱用现代最新的一个生物科技的技术甲萃取的。啊，咱今仔要安怎卖？来，我先讲一个哦。好，阮外口一盒，12支共款的吼，是，就是1800块，1800块，1800块。今天就是2盒，原本外面是偌济3600，对，今天只要2500，2500的你会使炸转去。今仔这组2盒安尼2500块，对，但是顶抓的时阵配体，咱有搁加1盒啦。真的啦，顶抓的时阵吼，有甲伊叫伊加码啦。伊讲吼，咱这个产品伫咧推出的时阵，对咩？还没有尝试到嘛，对不？但是今仔日做活动，我跟你讲，今仔日咱这时代，搁食到遮好的时阵，咱袂使共念开啊。你爱知影外口这3盒偌济？你知？哦，3盒5400呢，5400块呢。对啊，但是咱迄阵是卖2500块，咱今仔嘛是照安尼啦，吼，照安尼。所以讲观众朋友啊，50组。 50组哟，50组来0800因我0800815181。但是吼，佩蒂，咱这遮尔好着，真侪时代讲啊有大组的无？大组较省啊，来啦，大组的啦，吼，2盒。大组的就我咧讲吼，就是3盒再加3盒，这就叫做大组的。大组的偌济啊？5000块。这原价时阵吼，这就爱偌济啊？你甲你1800块一盒，你来算。哦，要万通块。万通块呢，观众朋友啊，今仔日5000块而已呢，无大劲。佩蒂，大组，你小喊啦！大组吼，咱搁甲加码者啦，因为足侪时代就等这个档期嘛。哦，伊拢买细组，已经买几落摆啊。来啦，今仔观众朋友，这盒加落，你知影偌济无？7盒市价。12000多，12000块以上，12000。你今仔甲我卖偌济？大组是偌济？大组5000。唔是啦，我甲大家讲一个哦，阮内底是有用西班牙萃取的蛋壳膜呢。对啦，我知影，唔只会讲这是专利的蛋壳膜，唔只会咱这时代食到，效果真正是有35000粒的鸡卵，才有法度萃取到1公斤的蛋壳膜粉。来，今仔这组哈卖6，搁加码，今仔搁加码落去，加1盒啊！观众朋友，你敢知影这组原底来偌济？1盒6800块，这组买等于时阵12600块。今仔特别优惠哦，7大箱，互恁5000块。所以讲你电话安怎爱赶紧卡哈。我甲大家讲，是，像咱这组伫外口1800块，你要甲我加价，我这面有难色，你知道？因为内底迄蛋壳膜是西班牙专利的萃取的
35000颗的鸡卵的蛋壳膜，才有法度萃出1公斤的迄个蛋壳膜，一丝丝尔。所以讲人这叫做专利萃取。对，而且你讲你的定的、你的软的，我嘛要给你顾到嘛。对。吼，所以内底佫有专利这个蛋黄粉，吼，佫有海藻钙，啊，佫有迄个啥玻尿酸萃取，全部拢给你顾到。都有了哈。所以讲吼，观众朋友，你若食这组是你的定的。软的，包括你的筋哦，拢总一概甲你顾开啦。对，所以讲有一啊，唔免互你注射，比注射效果佫冻较久。我咧顾啉的玻尿酸，针对着讲你已经要爱去开刀啊，甚至爱去住啊，吼，半年啦、3个月爱去住一届这啊。世界专利为天然的食物内底甲伊萃取的，所以讲绝对无副作用的嘛。吼，包括讲你的。吼，定的、软的，包括你的筋，包括韧带，这拢总甲你顾开。吼，反正没有，连皮肤都会水哦。吼，来，今仔日呢，7收12600块，优待介绍。今仔日咯吼，注意听哈，收5000块，5000块哈。咱的海藻钙有啊，补定的。蛋壳膜第5型的胶原蛋白嘛有啊，专利的黑酵母会当增加咱的肌肉量。重点就是讲，咱这超浓缩，这一罐安尼，啊你个啉的就好，因为真济时段已经安怎？哎哟，年纪较济啊，肌肉萎缩，啊所以讲你吞的时阵有困难，你个啉的就好啊，吸收搁较紧，顺度搁较悬，安尼就是像芳龄手提这罐安尼吼，专利高浓度萃取的哈，唔捌买过，你甲买细组3盒2500块，大组就是7盒5000块，0800815181哦吼，来要互你安怎行行动自如啦吼，保定保啦保软的，包括这个筋啊，拢总甲你顾开，拢总甲你顾开哈。来，即摆开始准备接电话，谢谢。来，哇，我咧讲，谢谢哈。来，老师先收来者，先收来者，好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咱今日现场你看哈，你看现场哦吼。来，谢谢大家。我吼，大概来咧卖这个时阵吼，线卡电话亮亮叫，吼啊，有的时段讲做芳龄啊，我就想吼，要互你接电话，不要紧吼，恁即摆电话若已经卡开就卡开啊。你若是要互芳龄接电话，你就是安怎，甲阮小姐交代，伫差不多3点过的时阵，我才有法度甲你接电话啦吼，陈太太。我知你一定要讲我甲你接电话吼，好。陈来老师，陈太太，陈太太，你要大组细组的？大组的哦，陈太太，你敢捌用过？啊，你嘛甲阮讲看卖啊咧，你食了安怎？我嘛是差不多咧。差不多哟，啊有较进步嘛？啊无较进步，你要创啊，都无去加开钱啊。哦。谢谢你哈，感谢嘿，好谢谢，嘿，真可爱，陈太太，喂，你好，我芳龄哈，阿姐，啊你要大组细组的？细组的。好，啊我下卡等下再甲你问主机哦，嘿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来，电话吼，这段时间互咱观众朋友恁拉卡者啦，啊老师啊，你先来唱歌互恁听，因为吼，有当时啊，我来咧接电的时阵，惊讲，这你会感觉啊。甲你接无开，有的时段他会期待，他会期待讲芳龄啦，吼啊，我都咧甲你加油。我咧讲吼，今仔你若电话卡通的时阵，毋是咧甲我加油尔，就是咧甲你家己，即个白白杂杂伫咧点油。真正呢，你像讲，咱顶礼拜3的时阵，哦，咱迄个高雄的徐妈妈，吼，徐妈妈你拢足接听，我讲徐妈妈吼，她过年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。我咧讲吼，进场维修3天哦，熊咱人全啦死去无力咯。医生讲哦，你爱补啦。伊讲啊，徐妈妈吼，伊体质个足奇怪，伊毋是啥物拢总会使补的。结果人家徐爸爸讲，芳龄啊，大嫂吼，较紧的甲我寄来。伊一天啉3罐，一天啉3罐哦。我咧讲，伊你敢知影病伊转来时阵，头尾安尼3天尔吼，但是伊伫迄礼拜内底，伊的体重减超10公斤啦，10公斤呢，雄全补去哦。伊安尼一天甲3罐，甲全甲调倒转来，本地吼，伊的时势已经去买迄4卡拄啊转来啊。
伊讲安尼唔免啦，四骹拄啊，唔免用啊。真好啊！我咧讲吼，食差不多正礼拜时阵，伊明显转拢总整个人的体力拢总转来。所以讲观众朋友吼，咱即马生物科技的物件厉害伫讲，伊甲传统较无共款，伊会当互你安怎快速咧甲咱怎，敢若袂输咧吊电梯共款，顾啉的就敢若袂输咧吊电梯共款，直接到的。直达的啦，像咧坐高铁共款，速度足紧的吼。所以讲来观众朋友，我来线卡，甲恁接电话啊哈，谢谢。来老师，哦老师，互线卡接啊啦吼。来哦，啊你爱准备哦，你爱准备唱歌哈。来感谢线顶秀玲阿姐吼，你要安排倒一首？家后好来，老师来唱一首家后啦。啊你若这个时间要互芳玲来甲恁接的时阵，来电话继续卡，谢谢。喂，你好。喂，我来，我即马来甲安排一段。这首歌曲吼本地是甲安排了谢芳玲唱，也头拄啊是伫套歌当中是讲有一寡像这阿鲁圣道了，系啊，讲伊本身是练了武术，所以讲呢，今日有共款，我来甲唱，练怎互伊更较熟。才互谢芳玲来甲唱，啊，祝福咱像这吼大哥兄嫂吼，这爸爸妈妈，系啊，翁仔某是这个感情啊，就敢若亲像这个歌共款家后。我会陪你坐念伊条，听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偌敖，吃好吃歹无计较，怨天怨地嘛袂晓，你的手我会甲你牵条条。因为我是你的家后，阮将青春加伫恁兜，阮对少年，对你对甲老，真情世事已经看透透，有啥人比你较重要？阮的一生献伫恁兜，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。等待转去的时阵若到，我会让你先走。假日友好，你若无聊，摕咱的相片，看家煞结婚的时阵，你外缘投，
千苦情莫无计较，怪东怪西嘛袂晓。你的心，我会永远记条条，因为我是你的骄傲。阮会一生献予你斗，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。等待转去的时阵若到，你就予我先走，因为我会不甘看你为我目屎流。好，来，谢谢。我先来邀出到咱的中奖的人客哦，吼，来邀出一位。哦，这较紧来邀出。哦，来，洪秀珍姐姐来，秀珍姐姐，恭喜你哦，吼，咱的袜子石墨烯袜子吼，送你2箱。来，咱顶礼拜吼有甲咱观众朋友讲这护膝的部分，咱的护膝真正是品质吼，我会讲全国上界悬的啊啦吼，因为咱有80%的石墨烯伫咧吼，80%的石墨烯，因为咱顶礼拜有足侪时段讲啊，我都看无到，来，今仔吼利用1分钟久的时间咯吼，你若是要甲我买护膝，咱的护膝一卡伫百货公司1980块吼，你若进前互我送着，你就知影哈，今仔日是1箱甲你收。这偌济尔，你对我唔对吼？来，1380块，1380块哦，应该拍者，搁再拍者啦哈，无大紧。来，恁今仔电话来卡通的时阵，我甲你讲吼，再加送2双石墨烯的袜子，安尼2箱袜子哈。所以讲，观众朋友本底是安怎？头家是讲要买1箱送，买1卡送1卡嘛，爱1980，我搁共介绍，搁共600块落来，无当紧，搁共后2箱的袜子，所以讲恁顶礼拜买袂到的，恁今仔赶紧打电话，你要买石墨烯的护膝哦，上界官方的哈，我咧讲款口设计，袂伤红，嘛袂伤冷，嘛免惊流卡，360套一条丝，甲你做较好的哈，而且哦分层加压，加大搁加大，每一个我咧讲，伊的针质是无共款的哦。哦，拢无共款的哈，是分层加压哈，弹性是一定足好的哦吼。我咧讲，骹若遮粗，安尼嘛阁会穿的哈，有遮粗无？无可能啦吼。来，今仔甲咱注文交代，恁注意看哦吼，再加送1箱1380块，我再加码，再加送2双石墨烯的袜子，啊，拢人公司的，拢阮小老板真个甲后2箱袜子，互咱观众朋友。所以讲，你若夏天的时候，有个人讲啊，我都不爱穿迄种迄哦，穿规箱的，穿裤子的。来，我咧讲吼，你得分段式的，穿1箱啊尾啊，搁穿一个护膝，内裤搁穿的，啊，我讲嘛是全套的哈。嘿，咱人客这2天啊有收到人，大家学了，有个人要搁加码，所以讲吼，我这几分钟久啊，甲咱观众朋友讲啦吼，好来时间到啊吼，来谢谢，收开导播，好来时间到吼，好谢谢，来啦，今仔导播收开，好，咱吼拢足规矩的，拢惊吼超过时间，所以讲咱侪观众朋友，我咧广告时间短啊尔，吼。10分钟久尔，安怎斗嘛爱10分钟久。所以讲，如果你若讲有特别要问的线卡的时阵，阮等下录节目无清楚无了解，啊，你电话也卡哦，吼，跩电话拢总会使卡哈。谢谢你们，感谢。来，感谢咱观众朋友准时收看咱记者曝光下的节目。小等落节目了后，电话0800815281080081。
谢大家。